名師而唔肯下苦功，則敗在至善禪師門下也無用。1971年1月19號7時30分，香港中國國術總會於會所舉行咗第4項學術講座，由總會學術組主辦。呢次主講人為廣東十虎之一譚敏嘅後人譚漢師傅，佢家傳譚家三面拳及周家八卦棍。譚漢師傅介紹咗周家八卦棍嘅來歷及現狀，並分享咗其中嘅8大要訣。以下係譚漢師傅嘅講話稿。感謝到會聽講過武林同道，可惜絕於辭令，才疏學淺。不過為咗響應國術總會提倡國術，將自己祖傳嘅周家八卦棍法公開介紹，作為拋磚引玉，希望大家都將自己心得公開，傳之後學。保守最唔應該，我粵周家八卦棍現在因為大家都避而不傳，僭有失傳之類。此棍法於粵東與北沙塘鄉有140年歷史，因為大家保守，有3代冇傳出外姓，至吳師譚由此公開。現在大陸情形不詳，香港只我一人知此，今年逾半百，如果再唔公開，祖傳嘅棍法亦將失傳。八卦棍法傳自山西五台山僧，我越南海西潮羅茂興學得此技，返粵後傳之於周宇星、何尚舉、何夏堅、關門宗、關從宗、劉伯學、謝朝遠及譚漢8人，其中以周宇星的成就最大。八卦棍原為1丈3尺6槍法，共136招，乃古代馬上大將所用，所以又稱馬槍。周宇星有見南方騎馬應用機會少，因將長度減去5尺，並將重複招式刪減，成為今天的108招八卦棍法。周氏病瘡5套棍法，即明朗、暗朗、遠門八卦、硬門八卦及初學小門八卦，總稱五虎下西川，後人稱為周家八卦棍法。140年前，我先祖譚安以譚家絕技三展拳與周氏交換此套棍法，故140年嚟成為我譚家絕技。據我所知，周家現在已經失傳。周家傳至周泰，形名重一時，能隨時以7尺長棍將一鑼谷50斤至70斤挑上房，傳人極嚴。初傳棍朗，非有2年功夫，不傳棍法，故傳人唔多。一次有戲子新標者以精棍法聞名，在番禺落班，聞周泰名，後訪試棍法，周不欲傷亡。昔有村人擔谷經過，周泰持棍將一鑼谷挑上屋脊，新標知難而退。周泰20年前敵魏時期去世，傳人唔多，皆以其子被日軍殺害，故周家嘅棍法經已失傳。謝家嘅八卦棍由謝朝遠傳至謝蛇，謝蛇臨終始傳其子謝添。今謝添於大陸逝世，有無傳人，已無可考。兄弟單身居港，有見及此，近年盡量傳人，以免我祖傳棍法由我而絕。現在我將此技要訣公開，各位認為有可取處，希望加以研究，並予提倡，切勿保守自備。學國術要有名師指點，也要自己苦練。有名師而唔肯下苦功，則敗在至善禪師門下也無用。何謂五虎下西川？前已述及，其主要不外一剛一柔。柔在守門闊，馬步闊，多用套槍；剛在守門窄，馬步窄，出槍運用腰勁，效能藏形不露。棍朗即對練棍法，分一明一暗，暗朗主柔，要練到在黑暗不見人影之中，聽風辨聲而判斷對方棍法。可惜今已失傳了。明朗即打陰陽法，為練棍勁妙法，精者能用棍不露形，不沾而打。8大要訣： 1. 有橋行橋，無橋問路要訣。 2. 棍被封閉，消解於無形要訣。 3. 攔腰擋棍之破法要訣。 4. 回馬鎖喉槍破法要訣。 5. 雙頭棍左右連環掃打之破法要訣。 6. 兜心一槍之破法要訣。 7. 插花槍破中平槍要訣。 8. 虎尾棍法要訣。